大家好，我係李芝蘭，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教授，同時擔任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嘅總監。首先，我好感謝一帶一路總商會邀請我為100個香港一帶一路故事，同大家分享呢10年嚟我同團隊喺一帶一路研究入邊嘅點點滴滴。我個人咧從事香港同埋中國研究咧已經30幾年啦。由2015年開始將焦點放咗喺一帶一路嘅發展同埋香港喺當中可以做嘅角色。呢10年嚟咧，我同團隊咧都走訪過好多地方，包括越南啦、柬埔寨啦、老撾、印尼、斯里蘭卡、白俄羅斯同埋吉布提等等，親眼見證到香港嘅企業家同埋法律會計、社會管理、項目管理等等呢啲專業領域嘅人士咧，點樣憑住佢哋卓越嘅專業知識同埋高水平嘅專業操守，幫助一帶一路嘅項目喺當地落地生根，同埋達到可持續嘅發展嘅。我哋將呢啲研究嘅心得同埋觀察咧，已經咧就出版咗2本咧，以中英文唔同角度方法去分析嘅2本嘅專著，係專業服務同埋一帶一路，喺呢幾年已經出版咗噶啦。我希望大家咧可以係俾讀一讀，同埋俾啲意見我哋。另外咧，我哋都寫咗幾十份咧政策建議書，將我哋嘅睇法咧就係用簡短嘅簡潔嘅文字咧，同業界啦、政府部門啦，包括香港同埋中國內地嘅政府部門同埋社會人士咧分享嘅。我哋都舉辦咗好多場嘅論壇啦，同大家咧就解説咧呢啲嘅唔同嘅情況，亦都促進多方面嘅交流。其中咧亦都包括我哋對咧政策嘅一啲嘅建議嘅。咁我好高興咧，好多呢啲我哋各方面嘅建議咧，喺今日咧都一部分啦嚇，應該咁講啦嚇，就轉化成為咧具體嘅政策啦。譬如咧近年已經成立咗國際仲裁中心，一啲香港政府亦都設立咗專門嘅部門咧，嚟到吸引更加多咧跨國企業嚟香港，乃至到拓展綠色同埋伊斯蘭金融。呢啲舉措咧，都令香港一步一步咁樣咧，為一帶一路嘅建設做到更加多實質嘅工作同埋貢獻。我從來認為香港其實唔係簡單嘅橋梁或者係聯繫人，我哋更加係超級嘅執政者。香港可以將國家嘅政策同埋方針轉化成為國際社會可以使用同埋操作嘅專業方案。無論係選用香港嘅普通法制度嚟到解決跨境嘅爭議，定係用香港出類拔萃嘅金融同專業服務為企業項目籌募資金，呢啲香港方案咧，都係可以令到完善國家嘅企業同埋人民受惠。當然亦都可以令香港嘅社會同埋專業人士咧找到新嘅機遇。而家香港咧面對國際地緣政治咧越嚟越緊張嘅情況，貿易紛爭啦、區域戰爭啦等等，都令到企業同埋市民咧受到好多嘅衝擊。但每當外部環境越複雜嘅時候咧，我哋記住香港一定要堅守我哋自己獨特嘅優勢，秉持法治、自由、開放、公平、多元以及包容嘅核心價值。呢啲唔單止係香港過去嘅成功方程式，亦都係香港面向未來喺風雨中前進嘅壓艙石。多謝大家。